学到中，闻到中，祝了。大家午安啊，各位听众，大家下午好。那今天是9班，那么现在是9月里面来谈主题开始。那么这主题卡达的，那么这个主题多一点点改变。那么今天是本来是开始主题。做一些原料的钢琴的当中，没做一些，出来吧，做得好。那方面呢，宇宙市场，现在讲，咱特别呢，拢是当着这个关，既然这个了这个有盈利是收，咱大家是有这个来。所以讲呢，对了就咱自己来讲的，但未来的所成就，嘛在看在是如何去解决。那当然，只要当第一就是要安怎当133年。那后面这有就是咱来卡达的，那么有这件武器。那么这件武器来讲呢，也就是讲咱大家要点用到的这件大资源，就是讲，现在简单的是因为收到下来，一下来，那安尼。大家可以当真正达到要求完快，是讲的。只要下来，记住我，嘛确定了咱自己有这个主人家，毕竟咱大家拢有共同的这件家事。今日这个政府也是衰，不在于建立这样子，而是拢总是在咱每一个人的心上。咱会当利用武器，甲控制一个作怪，那安尼就好，咱要咱就做标准。因为做武是重要的，大家拢是有责任的。那可比讲囡仔生落啊，如果甲控制无责任，毋是咱的代志，当然咱家己，袂当清楚着家己。本来政府就会已经记录他没有当去完成这个书面的这几个定大交换，所以今日咱中央有非常的努力的来开始，将对今日这个作用，相信大家都在讲是非常的建设啦，非常的这个挑战，那重要。就是嘛，该做要求的考试。那当然，是今日这个政府来讲的，咱人讲我今日去考的做啥事？我今日去考的做路长，我今日去啥物拢无做，交代不完的，以及不全。虽然是有啥事有路长，以经达标就是对有了自己的责任。要如何去运作要求应应有的区域，但是所有咱大家拢是有责任的，要让小名人做好站在起，以来奋斗来所负责的这个岗位。因为做这有成就，无成就，当然是。看你的标准来在做位，当然如果刚刚讲这小号的关系啦，这种东西都有这样的在小号的关系，像那个小号的关系，这种事情来讲，那个小号的关系，咱在自助要求任何的代志，做这个是咱每一个人的代志，你得安尼去干。
你甲去做，你甲了解，将进咱甲关系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既然拢说是达到情操以上，咱就已经具有要求，上天的需求。所以讲咧，咱来警告咱会已经甲思念，反映着咱家己感情。我给咱叫家己，这如何咧？会使咱个感情咧，反映比较非常的圆满。所以讲咧，希望讲咱各位先生在这，为了是自己，为了咱自己嘛，为了是这个道理咱要去安怎咧？伫这个当中来做出咱应该自己要去做，因为修道咧。伊即代拢是修结果一个人嘅，拢是修咱个人。无论人生有任何的困难，但个人嘅代志，毋是个人嘅代志。所以，既然要求应尽的义务、应尽的责任咧，咱都是爱去做。咱国法嘅因为传代咱电文字来报。当然，爱上到核心的没办法。那么咱导进100规定，以公一班25名，甚至为报销或者以上。当然，那伊安尼来改正，当然前面是会感觉讲都是总共咱100规定，安尼起来呢，会使讲就对，因为咱情操以上呢。总共应该是500所以讲，伊咱爱上到规定，伊咱达到目的，赶快跟是明3咱电源司机，咱大家爱去做当然咱的老伙伴，如果讲伊生活不方便，当然是支持啦。如果有方便，希望讲呢，拢会当。来受父母的保障，所以讲呢，咱大家爱尽这个力量呢，来甲伊鼓励，毋通鼓讲我老我听，伊去听无，真正是较简单。但是如果伊生活有方便，希望咱呢，拢会当来邀请来帮伊，互伊会当真正呢这个来造成呢。政府方面保障，安尼对着伊个经济来讲呢，应该去检查，较好啦，这嘛是咱应该爱去来做。咱若想讲家己老咱卖来联络，爱是讲家己起来，这个拢是无好的。那当然呢，你较年轻呢，咱要安怎来鼓励？因为咱政府讲以前。咱要安怎会当来甲伊鼓励呢？阮参加代志的，希望讲会当参加国际的，甲咱这个班呢，会当更加更较创新。而且呢，咱有多样，咱爱上有多样，有台北，甲咱中央的先进大学，我2018年，无论咱是多样，应该是讲是台北。这个是一个高效，或者说是叫为题材，咱是讲所在呢，大家都需要去大学，咱的社会理解，因为以前政府现在来讲的，以前是讲所在呢，拢是非常的随意啦，包括中人家，拢都是共款。那么呢，咱是讲所在，大家咧咱定价。跟社会更加搁负担来支持咱的社会的来鼓励，那么本金道呢，咱要安怎互伊当支持？咱一定爱活起来。咱若如果无活起来，咱的社会无可能往前。因为在座呢，拢是车台所有咱自己买头前，那只有咱才有这个力量呢来推动咱的社会。咱无领导，社会无可能会成。所以来讲，互相用很多钱啦，
咱大家来当真正来负起着咱接手的责任，因着无风险、无好的所在，咱大家要用安全认真来付出这种的力量，以这是咱大家的课题。咱人认真，有咱的做事，那么随时，咱大家到时做正事，可能嘛是爱受到上天甲咱责任的。所以讲呢，咱大家呢，伫这个困难中，要安怎会当去来打出来？伫这个困难的当中，要咱去突破。那么呢，这个课题呢，本来是咱大家所重视的。咱若看咱的做无风险，大家对于安尼呢，就咱心都把握弄，因为安尼唔好。所以讲，咱对于所有甲是大法，中央线甲是咱保险单位，那边拄到呢，会当真正大家严加，站在一起上，来突破咱的社会，咱的社会更加非常普遍。那么，伫咱每回去第二礼拜呢，有几个班是上到的有大一班、有高一班甲青少年班，甲科目辅导。伫咱保险单位，如果呢，咱有这种的人才，希望咱会当来推荐，来推荐有高一班甲青少年班，当然呢，要来参加咱的会班，拢总是可以的，这嘛是咱检查师呢，这个的交代。这个目前是有会班，如果是无足够的经验，有迄个需要，希望讲咱拢是当来参班，鼓励咱地方的这个高级的，甚至是青少年班，甚至是讲伫这个新潮新的班，拢尽量会当来鼓励，那么伫咱各用相关。那有需要，我都咱来遮，希望大家卖将大步的交换，因为咱有这个专业的分层，我讲会当照常来鼓励咱自己嘛，为良将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咱自己嘛需要这个上，咱来鼓励，咱自己先过起来啦，咱来承受是反正。唔通惊麻烦，唔通惊落水。咱若惊麻烦、惊落水，那安尼变咱改变做事。因为做政府较济，本来就是惊落水较麻烦。其实，咱就是伫迄个落水较麻烦的当中来承受的。若无，这安怎会当正经领导，无可能嘛。所以我就是希望讲大家呢。唔通将落水较麻烦，变咱做鼓励心，做参要咱来做出来，咱今日迄个面班已经12点，因为这边是最主要今日一班的人数咧，嘛是个很在意，或者是希望咱是演出，大家少点去的，当时啊多少个就多少，有意见。但是咱有长期投资，咱是当甲顾的，甚至无成就，你若知影有见过，咱若晓多少咧建筑的，我就多少就建筑啦，伊是卖像安尼，咱若多好有想着，家己建规划的，是咱知影投资一下，安尼咱就是了完啦，安尼咧有可能建筑较是条件，安尼差不多呀，出现就会较济。安尼，以上多谢大感谢咱各位前线大的，感谢咱高一班的李信老师，来甲咱承担，甲咱老师来演的这个班，感谢咱有两年努力的甲咱开始，只要叫咱大家身体健康，那么万事如意，咱的社会会红建以上。
谢这里今天前到中，后到中。第3，向150公里，前到1中，2中，3中，感谢你们4中，感谢4中，感谢讲师4中，后到中，2中，3中，感谢人4中，感谢自己4中，感谢讲师4中。